大家好，我係中文科嘅江俊豪老師。相信唔少同學都有栽種盆栽嘅經驗。我哋身處喺香港，正係俾綠色嘅山脈四面咁包圍，植物一直默默無聲嘅同我哋一齊生活。我哋讀小學嘅時候已經知道人被稱為萬物之靈。作為萬物之靈，人類你應該對萬物有情。但係我哋對植物嘅歷史其實並唔係咁友好啊！從20幾年前嘅八仙嶺大火，到近期嘅斬樹事件，人類對環境嘅破壞同摧殘，到依家不斷提倡嘅環保觀念，作為始作俑者嘅人類當中帶出嚟嘅矛盾，實在係值得我哋反思。文學強調人嘅文學，咁樣香港嘅文學當中有冇以植物為主題嘅作品呢？梗係有啦！本學年嘅閱讀主題正係以香港常見嘅植物，包括木棉、芒草、榆木、甲豆、宮粉羊蹄甲、黃風鈴、榕樹等等為例，分享唔同作家書寫嘅植物文學作品。其中南嚟嘅作家葉靈鳳先生喺50年代為《大公報》副刊撰寫超過112篇嘅有關草木蟲魚嘅散文，之後結集咗成書，就係我手上呢一本嘅《香港荒物志》。葉靈鳳係上世紀50年代活躍嘅知名作家。1938年因為逃避戰亂而客居香港，直到1975年逝世。《香港荒物志》係佢喺香港當中嘅重要作品。香港著名嘅報人羅夫先生稱，《香港荒物志》之所以吸引讀者去睇，係因為佢唔單止話俾你聽好多香港自然界嘅知識，並且佢提供咗一篇又一篇可讀性好高、好美好、好靚嘅散文。佢絕唔係一本枯燥嘅自然課本。我哋試睇下其中一篇嘅《英雄樹木棉》。木棉古稱市猴花，俗稱紅棉，又因這種樹枝幹高聳，常常高出附近其他各樹之上，所以又有英雄樹之稱。木棉是先花後葉的，開花時枝上往往還留着隔年的舊葉，花朵的模樣很像剛折的新移木筆，但是並非紫色，而是深紅的。綠瓣向上，花蕊黃色，在那矯健如龍的樹幹上，聚着一朵朵的大紅花，樣子古艷可愛。香港作家董啟章嘅《博物志》卻係同葉靈鳳嘅《荒物志》好唔同。佢並唔係好似葉靈鳳所寫下香港嘅動植物圖鑑一樣，按翻董啟章先生自己所講，佢要透過一篇篇嘅短篇寫成一部好似怪物大全一樣嘅作品，人同自然交感並生，使到呢部作品喺我哋熟悉嘅城市史之外，多加一個生態嘅維度。博物志中將中國傳統嘅志怪嵌入咗科學圖鑑式嘅博物學題材裏邊。所謂志怪就係出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裏邊所提到嘅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齊諧嘅意思係專門記載怪異故事嘅人，係魏晉到隋代六朝嘅小說特色。而博物志嘅英文 unnatural recollection 既可以理解做我哋城市非自然嘅，亦都可以指向作家自己對小說集嘅怪物大全嘅意思。我哋試下睇下其中嘅一篇《榕樹》。人們說，榕樹上住滿了年輕的仙子。我心想，怎麼可能呢？榕樹這麼老，仙子這麼年輕。那天我約了他在老榕樹去等，但我竟然遲到了。我呆呆的坐在樹下，不時仰望繁密的樹冠，看見那些縱橫交錯的枝條，就不敢想像去找他。我只是懂得每天去等，這樣我等了50年，等成個老頭兒了。我唯一的安慰是每年樹上結出的青色無花果，
每一顆也發出一個仙子的笑聲。我相信其中一個就是他。講起榕樹，唔難諗起香港石牆上面生咗百幾年嘅細葉榕，佢哋嘅氣根深深咁陷入咗花崗岩嘅縫隙入面，佢哋冇破壞結構，反而好似天然嘅鋼筋咁將呢啲石塊纏繞，加固咗呢一啲百年嘅擋土牆，成為城市入面其中一種神奇嘅風景。喺般咸道科士街仲可以見到呢啲石牆樹嘅氣根喺石牆下面垂落嚟。然而，隨住都市發展，有一啲榕樹因為城市規劃而需要連根移走。2015年7月，般咸道4棵榕樹喺一夜之間被移除，好多市民連夜守護。2018年5月，香港大學鄧志昂樓前面2棵80歲嘅細葉榕，又喺爭議聲下面消失。然而，呢啲生命總會揾到出路。喺砍伐嘅般咸道石牆樹喺近年俾人哋發現，佢哋切口處竟然重新生出嫩綠嘅新枝。啲專家稱呢啲新枝為水環枝。呢一啲新枝雖然好似好脆弱，但係展現住生命嘅頑強。呢一啲水環枝喺我哋唔期待嘅地方，好靜好靜咁樣活咗下來。到底點樣喺城市規劃同埋自然保育之間去尋求平衡，其實已經成為我哋一定要去正視嘅課題。榕樹頑強嘅生命力固然令人哋動容，即使佢哋歷經風吹雨打，仍然能夠展現重生嘅力量。咁其實都係一種自然俾我哋嘅一種啟示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書寫植物，又或者去睇植物文學入面好常見嘅反思。我哋到底點樣同自然相處？人同埋植物到底係邊一個俯身靠近？係城市讓出空隙，定係樹願意彎下佢哋嘅身軀？呢啲榕樹其實從來冇同人爭奪過啲乜嘢。佢哋一路在場，不說話，一路喺度傾聽。傾聽啲乜嘢？我哋來回嘅腳步聲、車聲、石屎嘅堆疊，同埋佢哋嘅瓦解。榕樹從來唔求語言，佢哋唔指責，亦都唔要求，淨係用自己嘅方式提醒我哋留低同埋共處嘅方式。呢一啲石牆榕樹見證咗香港獨特嘅自然同埋歷史，亦都提醒住我哋喺發展嘅同時，亦都要學識點樣同呢啲沉默嘅生命一齊共處。植物吸取我哋呼出嘅二氧化碳，為我哋釋放氧氣。我哋同植物本身就係一個共生嘅關係。國內嘅科幻作家阿缺嘅科幻作品《忘憂草》，描寫嘅係人類因為感染病毒而變成咗喪屍。喪屍們因為彼岸花而恢復咗理智同埋身體嘅功能，但係彼岸花未能夠完全咁樣醫翻好呢一班喪屍，結果就產生咗半人半喪屍一啲生物。小說講述咗重回此岸嘅半屍們，佢哋喺浩劫之後會喺頭上邊生出唔同嘅植物，包括咗有忘憂草同埋其他嘅植物。佢哋俾人類利用排擠同埋侵害，唔係正正好似人類對待植物嘅寫照咩？除咗香港嘅植物文學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都用植物寫低咗《素食者》同埋《植物妻子》。唔單止喺文學上面，植物題材都喺流行作品非常之常見，例如呢一個。流行曲以外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同學中意嘅動漫啦。有關植物嘅動漫其實都有唔少嘅喎。遠一啲嘅有池田理代子嘅《凡爾賽玫瑰》，宮崎駿嘅《天空之城》、《幽靈公主》，仲有大家都好熟悉嘅《哆啦 A 夢》、《綠之巨人》。
而比較新嘅《再見了》、《橡果兄弟》同《紫羅蘭永恆花園》等等都非常精彩㗎。植物同人類實在有密不可分嘅關係。本學年嘅中文科組將以植物文學為主題，推出唔同嘅精彩活動，包括咗早讀篇章、都市漫遊、視藝創作、電影欣賞等等，期待同學們嘅參與。到時見，拜拜。